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高高講下播》。今日呢天然內寬公路來到峨眉兩片，來請客家嘅捧捧茶。你知道嗎？其實客家人喝茶，這是我們很重要的文化。我身後都是一大片的茶園。待會呢，我們就來去認識今天的茶農，還有找這個捧捧茶。老闆你好，你好，太公你好。哇，今天你來到你家茶園，哇，這真的好漂亮哦。聽說你這邊的茶沒有撒藥哦，而且所以上面會有那個小綠葉蟬。唔好，你要搶起嘅，唔好查。真的，我可以找得到嗎？做得啦。真的嗎？你可以幫忙我嗎？需要用放大鏡嗎？你看，比爾比例。好多耶！哎，對，好多哦。你大哥，請問一下，這個捧捧茶哦，嘅乜嘅原因會有安樣嘅捧捧茶冇球用呢？象氣也有嗎？小綠葉蟬啊，叮實到葉面啊，要不風風啊。哦，出來對，本來也嗆，然後底下叮實過以後就變黃色的葉子。哦，它的味道很好，那種水果香。那這個捧捧茶的客家話怎麼說呢？捧捧茶。捧捧茶，捧捧茶。捧捧茶。那茶葉呢？茶米。茶米。其實呢，講到這個捧捧茶，是客家莊最具代表性的茶，對不對？對。這句話，觀眾朋友一定要學起來喲！你來到客家莊的時候，一定要跟他講這句話，就是叫做捧捧茶係客家莊最有代表性嘅茶。唔係茶。唔係茶，唔係捧捧茶，會唔係茶。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，今天呢，我們來到這峨眉這一大片的茶園，有沒有發現到？哇，真的小綠葉蟬是大工程哦，沒有它就做不出來這東方美人茶了。那我們今天認識的新的詞來複習一遍吧。來看第一個詞呢，就是捧捧茶，捧捧茶，捧捧茶。第二個呢，就是茶葉，茶米，茶米。第三個，我們來學到一整句話哦。來看到就是捧捧茶是客家莊最具代表性的茶，捧捧茶係客家莊最有代表性嘅茶，捧捧茶係客家莊最有代表性嘅茶。你們都有學會了嗎？多多練習嘍！記得要來品嘗客家人的捧捧茶。下次見嘍，拜拜。